友，當佢能夠講説話嘅時候，如果即教以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即係細細個佢一識講嘢，當然啲阿媽阿爸咧就嗌咧嗌阿爸啦，嗌阿媽啦，係啦，嗌阿爺嗌阿嫲啦，就好少嗌南無阿彌陀佛，真係好少嘅。不過咧，日光大師就話咧，如果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咧，已經教佢念南無阿彌陀佛同埋南無觀世音聖號咧，因為日光大師都咁樣講啦，佢就話即令宿世少栽培，成此善力，必能禍消於微末，即係冇將啲災難臨嚟之前咧，都已經幫你消滅咗。福盡依而不知，啲福係會自然嚟㗎，而關殺病苦等險難，可以無慮矣。印光大師幾恩慈，佢話自小教小朋友念佛，真係自然會無災無難，唔一定要好似呢個善女人咁樣念佛念到咁專心，專心到時候唔記得咗架車，或者藏埋一邊，個司機睇佢唔到，而係小朋友一念佛嘅時候，佢已經將個金剛種子種咗佢身上邊。呢一個係今日話俾大家聽，除咗嚟超戰大家嘅祖先，亦都可以望翻自己嘅後裔，因為念佛唔單止係望祖先，仲要係望埋自己嘅屋企人，甚至乎剛剛出世嘅小朋友都可以念佛，因為念佛係可以消災免難，念佛亦都能夠一定成佛。所以呢個善女人嘅呢個念佛免難嘅事蹟，再一次證明阿彌陀佛佢嘅悲願力係真實不虛。今日嘅分享係好簡單，話俾大家聽。搭車就專心念佛。尤其是今日1連8日嘅法會，我哋嚟呢度一入到嚟，大家聽到佛號聲，大家會念佛。但係當大家踏出呢個門口之後，仲係咪會念佛呢？咁就怪啦。係啦，咁樣嘅話，就好似呢個故事咁樣，真係阿彌陀佛係會令大家消災免難，同時間你個保，所以要求成啲人話嚟到，哎呀祖先保佑啊，祖先保佑啊，唔係啦，而家調翻轉，你嚟到呢度係叫阿彌陀佛保佑祖先，行出呢個門口都係嗌阿彌陀佛保佑我哋，呢一個先係真正嘅念佛人，咁樣大家就係真係善男子。善女人啊！好，咁多位，南無阿彌陀佛。好。南無。